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透过直播的门徒训练课程，也让我们在每周能够用神的话语来一起激励我们彼此的生命。那我们一起在安静心当中一起来领受。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那双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很多时候神用看不见的手，好像在旁边在引导我们，带领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这首歌非常的美，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这首诗歌，让神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里面重新得着力量跟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是你的手，定恒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我们聚集在神你的面前，我们要一同来学习从你的话语来得着智慧的心。虽然有时我们的心中有非常复杂，有非常多的烦恼，但我们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专注的来聆听神你的话语对我们所说的话。常常我们因为别人的眼光，常常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赞美，常常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而让我们的生命有许多不一样的错综复杂的心。求你来再次帮助我们，透过神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明白，当我们渴慕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心不仅要得着平安，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要如何把侍奉神的工作，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与人的关系里面能够有更美好的连结。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有更多的领受，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好叫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都能够看见生命的光彩。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每一个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牧师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领受话语的基督徒或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更丰富智慧的心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从认识了神，有这份信仰之后，我们会希望说投入更多的时间跟机会，能够参与侍奉神的工作。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很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事情，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然后得着成功。可是呢，我们却失去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我期待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把他应该做的工作把它做完。可是呢，每一次当我看到，发现他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并没有把它做好，而我非常的愤怒，而且在那当中跟他的关系反而搞砸了。事情没有做好，但是事情我也期待他能够完成，可是我与他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疏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与人当中，牧师真的很鼓励各位，我们做事情比做人还没有那么重要，做人比做事情还要来得重要。所以今天期待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节，扫罗王跟大卫的故事，让我们重新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功课：人永远比事情更加的重要。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所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是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6节到第30节，我们一起来看。在我们看这段圣经节以前，牧师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故事。那曾经在有一间公司里面呢，有一个科技公司的里面有2位非常杰出的专业经理，一个叫 Leo， 一个叫 Mark。那这个 Leo 呢，他经验非常丰富，资历也非常多，所以很多案子在他身上都是成功的带过。可是这个 Mark 呢，他是属于后起之秀。那这个后起之秀呢，他充满了创意，充满了许多的活力。他带领的团队也在公司里面完成了许多公司前所未有的创新纪录，而获得了许多媒体还有成功的企业家的爱戴。所以在公司的年终晚会的时候，这个执行长他特别公开表扬这个 Mark， 这个新秀啦，后起新秀这个 Mark 的团队，称赞他们为公司带来很多新的可能。而许多这个镁光灯就打在这个 Mark 身上镜头当中也突然间这个扫过去这个Leo这个同事也特别注意到这个Leo眼神不太一样，好像有一点迟疑，脸上虽然有点挂着微笑，可是他的眼神却是非常的复杂。晚会当中呢，这个Leo也就开始在一些小事情上对 Mark 的团队开始有一些挑剔的行为。他在开会的当中，他开始质疑 Mark 的团队的数据，在很多资料的分配里面呢，其实他特别去要求，然后特别找出一些毛病，就是希望看有没有可能让这个 Mark 的团队遇到一些困难。办公室里面原本的氛围在这个 Mark 的带领当中，其实带来很多的改变跟新的感受。可是呢，因为 Leo 他因为嫉妒的心，在他心里面他看不惯这个后起之秀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也是一样的背景一场非常伟大的胜利之后呢，这个许多的人民非常爱戴大卫，看见这个后起之秀大卫竟然比这个扫罗王更加有成就这个扫罗王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生命的变化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6节到30节。圣经的话里面，他特别谈到，当大卫他打败歌利亚之后呢，他跟随着扫罗的军队凯旋归来的时候，举国欢腾迎接这个胜利好，第7节，妇女们他们欢乐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各位弟兄姐妹，妇女们各城当中唱歌跳舞，唱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是一个比较性的称赞有没有听过？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某人做的比他做的还要好，某人做的比他做的还要优秀。各位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在这当中，这一些称赞比较性的赞美，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话语一出来哇，一根刺就扎进了扫罗王的心中扫罗他非常的愤怒，他不喜欢这句话，他关注的不再是战胜敌人大卫这个年轻人这个事情，
而是大卫比我更受欢迎。所以这个人扫罗王他开始怒视大卫，他嫉妒大卫。我们继续看下去，圣经节在第10节到第16节。第二天，其实我们看到次日，从神那里来的邪灵大大抓住了扫罗。各位弟兄姐妹，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搅扰哈。那他假借着弹琴的机会，他2次用枪想要刺死大卫。这显明说，一个人嫉妒已经转化成为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了。所以大卫2次都躲开了，他没有反击，他没有辩护。扫罗把枪一直，因为他心里想，我要把大卫刺在墙上。大卫2次闪避了他。各位弟兄姐妹，大卫他做事不是没有智慧。扫罗他因为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却离开了自己，离开了扫罗王他自己，而他非常的害怕，所以他无法私底下除掉大卫，他就用升官的方法。他跟他讲说，扫罗说使大卫离开自己13节，立他为千夫长。大卫率兵出入。哇，大卫所做的一切都精明啊，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第10节到第16节里面讲到，大卫他做事不是没有智慧，是借着上帝与他同在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神的工作，侍奉神，很多时候你可以从看见一个人他在做事情有没有依靠神的，还是他为了要证明他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当他越是被打压，大卫他越是得胜，越是得着百姓的爱戴。扫罗的计谋并没有成功，反而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第17节到第30节里面，我们继续来看，扫罗他继续设下一个陷阱，他应许将大女儿米拉嫁给谁？嫁给大卫，条件是大卫必须要为扫罗王出去为他征战。大卫他谦卑的回答说，他说，我是谁呀？我的家族和父家在以色列中算什么？竟配做王的女婿呢？大卫他非常谦虚谦卑。大卫他和跟随他的人，他不但怎么样，之后他依然出去哦，他也是打胜仗哦，甚至怎么样，他是得胜的人哦。扫罗他知道二女儿米甲也爱大卫，心中就起了一个恶念头，他这一次不要聘金了，他只要大卫能够带来100个非利士人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包皮这是一个代表着宣示在战争当中他得胜的一个记号。所以呢，这是一个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目的就是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害大卫。可是大卫他和跟随他的人不但完成了任务，还加倍完成了杀了200个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他再一次用行动和上帝与他同在的事实来破解了扫罗王的诡计，成功的娶了米甲。扫罗的计谋反而让大卫的地位更加的稳固，而最后他成为王的女婿。所以经文到最后，我们看见扫罗他见到耶和华和大卫同在，是更加的怕大卫，而且甚至更加的与大卫做敌对的势力关系。所以嫉妒在扫罗身上完全让扫罗陷入黑暗当中，无法自拔。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妇女在歌声当中，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本身是没有恶意的，但是比较当中产生了很多的赌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做分化，谁讲的道比较有意义，谁讲的道比较有意思。牧师可不可以麻烦你讲道里面多一点？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想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比较，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时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侍奉神的焦点是在神，我们领受神的道也是在神的话语，而不是人，不是什么样的故事，
而是透过人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焦点，往往我们会希望得着别人对我们的赞赏跟肯定，这是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需要的是为别人的成功而真心的去喝彩。我觉得这种生命是更不容易的了。好，所以呢，大卫他面对扫罗的枪啊，他选择躲开啊，他没有拿起石头来反击啊，也没有向众人哭诉王的恶行啊，他用智慧和忍耐来面对。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7月26，上个礼拜，台湾面对这个民主的罢免的行动，相信有很多人在这当中非常的难过，感觉非常的不合理。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可是我们可以来看，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大卫他第一个反应并不一定是正面的对抗啊，而是寻求上帝的智慧。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牧师要鼓励各位，很多时候灾难来临的时候，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有责任，但是有些时候躲开、闪开并不是懦弱的，而是要保护自己，等待上帝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大卫他2次被提亲了，但是他的回答总是谦卑的，说我是谁？他表现出他的能力是需要神的，他的生命的主权在于神的，有神的帮助的，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功绩、自己的成就而自认为自己配得着这份荣耀。这种发自于内心的谦卑，而让他不被这个虚荣的感而所迷惑，我觉得哇，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咱的价值，不在于咱的成就跟地位啊，是在于咱是上帝所听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的根基要坚固，就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咱会安怎？外在有当时咱会得到讹乐，有人给咱诽谤，但是都没有办法轻易的撼动我们的心哦，不会，因为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就是一个终极的保证。所以这段圣经节里面反复的提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件事情，这是大卫能够得胜有智慧的根本的原因啊。那扫罗呢？他拥有一切的属世的权利、王位、军队、枪，但他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他充满惧怕。这次的台湾的选举罢免的行动里面也是这样，一个政党他拥有一个属世里面应当有的权利跟地位，可是他们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他们感到害怕。同样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失去与神的关系，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感觉人讲叫做呀吧，惊吓。所以兄弟姊妹，我们的教会，牧师要提出2个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影片的下面来做留言。当教会里面如果出现一个像大卫一样这样子恩赐卓越而且备受欢迎的后起之秀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我们是否愿意用一个敞开的心来接纳这样的人，接纳这样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侍奉，一起来做服侍神的工作，服侍人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他配得吗？他的能力到吗？他有到那边吗？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责任，应当要负起陪伴人、带领人，甚至帮助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更加明白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大卫就是这样在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上帝与他同在的生命，不是吗？所以其实当我们大家要面对我们很多挑战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威胁或比较失落感，但是这一些都是真实的人性挣扎，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假装你很属灵啊。好，
你勇敢的承认这些感受，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不足，你把你的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自己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上面。我做的越多，我感觉越有安全感。我做的越多的经验，然后别人对我的肯定，我们的安全感就特别的大，特别有安全感。可是呢，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应当要建立在那上帝那个不会改变的爱跟呼召的使命，才能够让人的生命是不断的有源源不绝的爱的生命，然后持守在上帝的使命呼召里面来走。所以鼓励各位，我们所有教会的很多侍奉工作成功，都是为了要让上帝的国度得着彰显，不是个人的王国，而是让每一个人在侍奉当中去得着生命的祝福。所以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会去肯定人，会主动的会去赞美人。你的生命改变哦，你的生命，你的笑容，你的很多的祝福，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会去肯定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圣经里面巴拿巴他跟保罗就是这样的关系啊。教会如果可以设立一个传承，很多人彼此都有这个 mentorship 导师制度，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学习。如果你觉得你在神的话语是比较丰富的人，那你就应当要活出圣经节应该要有的真理生命，要有主的爱，温柔的心，透过神的道的传递，帮助人得着生命的祝福。那如果你是一个在侍奉服侍人当中，你有特别的这个恩膏，那你就要特别的多留意去照顾有需要的人，给他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另外一个问题，牧师想要问：如果大卫选择他躲开扫罗的攻击，并持续的用谦卑和智慧在做事情，那你觉得大卫的做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消极或比较懦弱的一个行为？基督徒在面对教会很多职场上面的权力压迫的时候，你如何分辨什么时候该躲开？但是你没有全然跳开哦，你还是要迎接这个挑战哦。而且你应当要在什么时候发出你的声音跟心意？你该说的你要说，不该说的你试着求神给你力量，让你懂得得着安慰的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节，在箴言25章15节，耐心的劝导能击破坚强的抗拒，甚至能说服当权的人。第一个熊熊吞忍常常忍耐，就官长就官长也受以苛刻。就是说这个官长这个长官，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忍耐，学习包容，我们学习包容，这个长官管理者也会被他那个苛刻他就会得着。所以温柔的嘴舌会压制骨头温柔的喙齿会压制骨头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原本柔软的舌头怎么可能会折断骨头？意思是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影射。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够柔软的口舌讲话方式，你会发现我们会把那个人生命当中那个不好的把它折断，把它气绝，甚至会鼓励人，带给人帮助。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深刻的让我们提醒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沟通环境，远比完成很多伟大的侍奉工作还要来得重要了。所以扫罗他因为嫉妒失去了上帝与他的同在，而失去了国度但是大卫因为敬畏神，看重关系，即使在逼迫当中，他也经历神的同在与保守。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懂得为别人鼓掌的人，懂得赞美，懂得在人有值得需要被肯定的时候，我们懂得去肯定成全他的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一起学习，在依靠神的生命当中立定心志，在我们所处的教会、家庭、职场当中，我们努力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来祝福更多的人，让人更多的明白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恳求。主啊，我们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像扫罗一样，很容易陷入比较和嫉妒的罗网里面。主啊，求求你，恳求你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心。主啊，赐给我们像大卫一样的智慧和谦卑，在面对称赞的时候，我们不得意忘形；当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我们懂得依靠神得着安稳的心志。我们更求你赐给我们像约拿单一样的胸襟，能欣赏，也能够成全你在别人身上的工作。恳求神帮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先求你的国和义，看重与你与人的关系，远胜过一切世上的成就。愿你的平安与同在，充满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活出神你所要我们活出真实喜乐的盼望。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道，得着智慧的心。愿你平安。